风台长咧挖近，花莲的马太红溪崩山湖水位若是搁加20公尺悬，就会满出来。若准落大雨，就真有可能会崩去，到时这水尾就会做大水。为着提早预防，将相关单位召开会议，讲只要即届雨量到500毫米，或者是发布陆上警报，就会随通知居民撤离。马太湾溪崩山湖一直扩大，8月初47公顷，一个月过了后达到109公顷，出水量超过6600万吨，库量超过70%。后面离溢流口观察也上升到19.91公尺，也就是水位阁增加10公尺对溢流。面对花甲山风台逼近，周围村里也拢烦恼。明日村长讲，50年前也溢流过，实在会惊。都会怕啦，50年前就破过。就是偏偏就是往我们北边堤防破掉嘛，溃堤嘛。人口搁较侪，光复乡大尾村希望威胁早一解毒。他每天都会非常担心的，所以是不是赶快尽快把这个事给它处理掉啊？每天都提心吊胆。对啊。贵宾乡就是最近完成的网络点影机回传的画面，那后面溢流等掌握及时影像，因为花甲草风台接近，溢流风险提悬，才到相关单位也开会议，针对这摆风台若发布陆上警报，或者是立即雨量达到500毫米，都要特地民众。像台风这一种的话，比较容易去预估，就是可能它真正下雨的时间。所以我们会尽量预留到这个有24小时的时间来测理。另外，万一发生地动强度故障以上等级，也发布细胞广播简讯，通知民众撤离。原本有讲马太湾溪崩山湖会伫10月中溢流，不过最近山区落雨少，那后续无大水雨，有估伫10月底会溢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